大家好，我係 GammaX，歡迎嚟到我記頻道。我會分享對美國股市記獨到見解，從做市商記角度分析個股記期權 Gamma 數據，助你了解股票價格走勢、支撐位同阻力位。你記支持就係黑暗中的一道光。本頻道目前沒有任何廣告收入，所以你記點讚、訂閱和留言係我們維持運作的動力。如果你喜歡我們記內容，請點擊訂閱並按讚影片，咁樣會有助於我們吸引更多觀眾，並為你製作更優質記股票期權分析影片。在支撐位買入，在阻力位賣出，直到出現明確的突破。標普500指數 ETF 信託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 1.59%， 最高 684.96， 最低 663.27。收盤價 671.93， 低於錨點 672.00， 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80.00 下方 1.20% 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高 29%， 成交活躍，流動性較佳。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 673.00， 可能為主力派貨。SPY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 0.20%， 表示對價格波動既敏感度增加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記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80.00 元下方 1.20%， 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 672.00 元 0.01%。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 673.00 元 0.16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660元到680元。Delta 變化 4.73%， 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 86.36%。華拿變化負 14.45%。餐銀變化負 19.65%。SPY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景順 QQQ 信託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 2.22%， 最高 624.86， 最低 597.17。收盤價 608.86， 低於錨點 610.00， 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10.00 下方 0.19% 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高 46%， 成交活躍，流動性較佳。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 610.00， 可能為主力派貨。QQQ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 0.31%， 表示對價格波動既敏感度增加。餐銀減少 18.41%， 減少 Delta 記時間需減敏感度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記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 610.00 元下方 0.19%， 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 610.00 元 0.19%， 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 610.00 元 0.19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600元到610元。Delta 變化 7.62%， 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 100.00%， 華拿變化負 50.29%， 餐銀變化負 27.90%。QQQ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英偉達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 4.86%， 最高 199.94， 最低 180.58。收盤價 190.17， 高於錨點 190.00， 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
收盤價係支撐位190.00上方0.09%內，可能提供支撐。今日成交量係前4天平均嘅1%內，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190.0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NVDA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1.19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190.00元0.09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190元到200元。Delta 變化25.93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華拿變化負8.15%。餐飲變化負4.85%。NVDA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特斯拉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下跌9.18%，最高449.67，最低382.78，收盤價404.35，低於錨點405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405.00下方0.16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比前4天平均高34%，成交活躍，流動性較佳。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400.0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TSLA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0.35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增加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405.00元下方0.16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405.00元0.16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400.00元1.09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400元到405元。Delta 變化13.01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6.25%。華拿變化負4.65%。TSLA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蘋果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1.71%，最高276.70，最低267.46。收盤價272.41，低於錨點272.5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72.50下方0.03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係前4天平均嘅2%內，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275.00，可能為主力派貨。AAPL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減少了0.49%，對價格波動基敏感度降低。加碼記大幅度波動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72.50元下方0.03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272.50元0.03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275.00元0.94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270元到272元。Delta 變化負12.34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6.67%。華拿變化8.95%。AAPL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亞馬遜，該股票係過去5天下跌5.52%，最高251.75，最低232.89。收盤價234.69，低於錨點235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
收盤價係阻力位235.00下方0.13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係前4天平均嘅17%內，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235.00，可能為主力派貨。AMZN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為中性。Delta 減少了0.52%，對價格波動，既敏感度降低。加碼既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35.00元下方0.13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235.00元0.13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235.00元0.13%，股價區間由230元到235元。Delta 變化負16.25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華拿變化負26.98%，餐銀變化負17.42%。AMZN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谷歌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3.60%，最高292.36，最低271.41。收盤價276.98，低於錨點277.5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90.00下方4.70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係前4天平均嘅4%內，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280.00，可能為主力派貨。沽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為弱。Delta 減少了0.70%，對價格波動，既敏感度降低。加碼既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290.00元下方4.70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277.50元0.19%，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280.00元1.08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275元到290元。Delta 變化負24.05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5.71%，華拿變化34.75%，餐銀變化19.25%。股走勢為中性橫盤。Meta 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3.15%，最高635.00。最低595.20，收盤價609.46，低於錨點61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阻力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610.00下方0.09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係前4天平均嘅6%內，收盤低於高價量價位610.00，可能為主力派貨。Meta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為弱。Delta 增加了0.42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，既敏感度增加。加碼既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610.00元下方0.09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低於錨點610.00元0.09%。期權帶動價格拉升，有上升空間可能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610.00元0.09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600元到610元。Delta 變化13.08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8.33%。華拿變化負18.67%。餐銀變化負16.66%，Meta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
微軟。該股票係過去5天內處於區間波動，範圍為1.59%，最高513.50，最低497.44，收盤價510.18，高於錨點510.00，錨點可以設為短期支持位。收盤價係阻力位515.00下方0.94%內，注意潛在突破。今日成交量係前4天平均嘅19%內，收盤高於高價量價位510.00，可能為主力買入。MSFT 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期權短期違約。Delta 增加了0.75%，表示對價格波動既敏感度增加。加碼既大幅度波動，會加劇期權資產價格嘅變化。收盤價係阻力位515.00元下方0.94%，有機會突破。收盤價接近，最高成交量價位510.00元0.04%。期權希臘字母顯示背離，短期看跌。股價區間由510元到515元。Delta 變化26.79%，顯示短期中性情緒。加碼變化9.52%。華拿變化負41.60%。餐銀變化負23.27%。MSFT 走勢為中性橫盤。今日嘅分析就到此為止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請按讚、訂閱，並在評論區留低你嘅意見或你希望我分析嘅下一個股票代碼。感謝觀看，我係 Gamma X，我們下期再見。